一般地层以肛门口齿状线为界，有分内碘甲外碘，内碘佮分做4级。心脑病院外科医师卢乃宽表示，如果竞争轻微的疔疮，会用使用保守的疗法来控制，包括饮食或者是药物的治疗。但如果竞争严重，到影响到日常的生活，亲像反复来出血、严重的脱垂，或者是合并的黏膜溃疡，就必须要考虑手术来治疗。肛门口的那些组织，其实像黏膜组织，它还是有功用的，我们并没有那个必要去把它做很大的破坏掉。所以如果可以保留到黏膜的话，我们只是处理它下面不正常的痔疮的组织的话，那我们可能就是用这个最新的这种雷射的消融手术，我利用一个雷射的光纤探头，把它插进去到这个痔疮组织里面去对它做一个消融，然后它可以保留很大部分黏膜组织，然后它伤口也小，所以对于过去有需要开痔疮手术的病人来说，大家最怕的就是疼痛这个问题。那这个雷射的消融术其实它是一种微创的方式，那它又可以保留大部分黏膜，所以它可以大幅降低它这个术后的疼痛。过去传统的手术包括底层的结扎、切除等，因为空隙较大，患者较无容易忍受手术后的痛痛。现在透过微创、雷射的底层消融手术，不但空隙小，而且嘛能保留黏膜，大大减轻病人手术后的痛痛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